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一个月薪水5万块，包食包住，而且是伫光景真水的小岛来工作，这是互人真新鲜的噱头。今年的9月开学进前，马祖基公乡的敬行中小学一直招无老师，在地乡亲真着急，就转发这个消息，结果伫网络顶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其实，因为地头偏远、交通困难、招无老师的状况，伫台湾各地偏乡的小学校不时都咧发生。教育伫山海的迄一边，到底拄着啥物款的难题甲困境？社会资源阁要安怎来进驻？是毋是会当来改变囡仔学习的环境？华视新闻杂志特别来客话，节目一开始先来探访着马祖甲兰屿。从南竿福澳港搭船到西莒，船程至少45分钟。现在我们要从南竿的福澳港搭船到西莒，不过这个船班一天只有3班，船程至少要45分钟。在局长，校长，你是从哪里来啊？你刚好也是从南竿那边回来。我从北竿下来。哦，你从北竿？对，我就去开会了。跟着我们一起要带我们去学校。对。我们抵达的这所敬恒国中小是附近离岛唯一有国中部的学校，因此不止西莒的3个村落，就连东莒的孩子也都到这里求学。结婚的季节船经过211公里，从小组用3点半钟，总算来到这间全校敢若35个人的离岛偏乡的小学校。数学代理老师王准田赶伫开学前才报道，日后回伊是屏东市的人，为厝内出来到西莒一抓至少要7点钟，利用陪正到离岛学校去驾车，单纯是一份对教育的热情。就是我觉得可以关心小朋友的生命是一件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。当初也没有设定说要去哪间学校，就是哪里有缺，我就觉得也其实都可以去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，我就想要去当老师。大学毕业无少教师证，月俸5万，有通只有通大环境优美，世界拢海岛的风情。2020 8月份，敬行中小学开学前，经过7摆公开精选，都找无老师，着急的乡亲转发这款的紧急调集令。网络力量加持，报名人数增加，83人抢一个名额。王俊廷拍败36个应试者，变成新的代理老师。这个写进来，所以加289分之1。你喜不喜欢新的老师啊？好喜欢。喜欢他的什么？举手讲，有没有人？我觉得上课蛮好玩的，上课时会带动学生一起加入课程。会引发你的兴趣。讨厌的不是数学老师，是讨厌数学。那这就要考验老师哦，怎么让他们喜欢数学？我有方法。有自信。我晚上好好来。开学2礼拜，王俊廷已经学生培养真好感情，面对离岛生活无方便，完全不是问题。因为我们就是以校为家，所以其实生活上其实很规律。就是我考上之后，我才去查，莒光有没有超商？没有超商。对，东莒有，可是西莒是没有的。然后在另外一个让我意外的是，小朋友跟我的互动，师生之间的距离更近，然后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更能够贴近他们的心，去靠近他们，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故事。这里人比较少，所以几乎每个年级都认识，然后大家也很亲近，气氛比较友好，老师都对我们非常好。老师都会很关注每一个人，然后有什么就是感觉怪怪，就会一起聊天。老师晚安。怎么那么晚你还在这边？我还在准备明天上课的课程。对，这样都要准备多久？
不一定哎，看明天课多不多。如果多的话，就会可能要2、3个小时。暗时8点，办公室要2、3个老师老手，这是进行的日常。师生以后为家真团结，袂输是一个大家庭。差不多了。一个是花心思在教学上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花更多心思去陪伴小朋友。有信心可以带几年？能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如果可以带多久？如果可以退休，我觉得很好啊。这里我们这边找一些老师，我们基本上就说，他要有这份心在这边，你的态度、你的爱心这些东西一定要有，因为我们讲的我们是以校为家，学生随时随地可能会有问题要问你。这边的老师他的特质就是，老师的爱心真的是比较多。原本就不多，而西莒是离岛中的离岛，像静恒就是国中、国小，甚至是幼儿园都在同一个地方合并办校。偏远的环境无利便的生活，往往互人无想要来，造成偏乡的学校找无老师，因为伫进行偏偏都得利。小学部王顺英老师来自新北市，因过10年前来到马祖教册，就下定决心无要离开啊。台湾其实都有教师证，各个县市都有，然后都有开缺。那就是选择在马祖这里考试啊，就是觉得这环境很好，就让我觉得说，其实到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像我另外一个家。有亲人的支持，10年的青春完全奉献给马祖的囡仔。王顺英考取教师证，悠然决定留伫进行。外地老师的付出，看在校长的眼内，是充满感激嘛唔甘。那这个服务已经是很辛苦了，我们总不能去耽误别人的青春嘛。你不可能在这边生活一辈子啊，不容易啦，不容易。你总是要回到你自己。真的是以后生活的地方啊，虽然你有时候是舍不得走，因为情势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还是让你走。很好，很值哦。外地老师的缘分唔敢强求，只望讲有更较侪在地老师嘛用回乡服务。小学部的王尚成主任是土生土长的西基人，进行中小学都是伊的母校。我的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学校给我的，那我觉得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回来，也帮后面的孩子做一些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教育就这样一棒接一棒，也希望后来更多年轻人可以回来在这个学校继续服务这样子。老师来这边大概每个老师来这边待至少都会待3年、5年甚至更久的，对，跟刚回来那比起来有差。刚回来的时候大概老师10几年前老师大概在1年、2年就走的还蛮多的。面临少子化、人口外流的影响，真侪偏乡地区的学校唔敢开专任教师的原业，因为代理老师的待遇又搁较输专任教师，比如讲偏乡学校师资长期拢无稳定。2018年教育部公告，偏乡专聘教师专法内容包括2年1聘过使延长，寒暑假比较专任教师有薪水，有真侪诱因加保障，增加老师留任的意愿。就像地方政府，它有一个弹性哦。它如果说开不出正式老师的缺额，它有一个专聘老师的制度，它甚至也可以让专聘老师待在他如果觉得他表现良好，他也可以优先的再聘，而不是只有代理老师或者是正式老师这2种选项。我必须说，教育部他是很用心了哈，但是从实施这1、2年看起来，这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改善，所以如果没有解决在这个周围地区的一些相关的条件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啦，这个偏远地区的老师，难以寻找的现象，恐怕还是会持续的。偏乡找无老师，这是真侪离岛的共同困境。咱属甲台湾隔90公里的太平洋伫对上面临同款的难题。基本上，其实我们也是算有一种冒险的心态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征聘的老师他们的素质是怎么样。他如果在这边适应的不错，表现的也不错，我们就可以连续聘任他3年。但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待1年就走了，所以我们可能面临到每年都有要征聘老师的状况。每次就遇到一个老师已经熟了，又要换一个老师，然后又要重新认识。之前在别的国小上学的时候，有
好几个都是代课老师，所以有换好几次，就是觉得习惯。我不会只想要待1年就走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是希望能够续聘留下来，因为我发现就是稳定的师资其实对这里的孩子是有蛮大的影响。来之前也会担心说这里听说住宿的方面也是不太好找，但是来了之后，学校其实都有提供宿舍方面，那设备什么的都很齐全。咱所目前有4间国小，3号联合招考老师，也有国小第3周就招满缺额。都从唯一的一间国中甲高中合并的完全中学，但是中学都无遐好运啊。这学年所缺的13位代理老师也全部都招足了。那当然这个过程也还蛮辛苦的，总共办了11次，但是我们在报名里面也不乏是含有教师证的。招聘过程真艰难，也过嘛有真侪优秀的老师加入。虽然讲教育对象伫山甲海迄一边，也过依然阻挡不了真侪热情的老师去离岛偏乡架车脚步。时间会带走一切的苦涩，可是最后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。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是很难被定义它到底是什么，可是它甚至没有办法用一个数据去呈现。可是真实的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。对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跟孩子之间的回忆。希望他们不要觉得自己因为是离岛，所以我得到的、学到的一定比别人还要差。我可以自己主动去学习，自己主动去探索这个世界，看看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。毕竟对这些来来去去的台湾老师来讲，这毕竟不是他们的家乡。对我自己而言，对当地来讲都是一种感谢，就愿意他们来为这边的教育付出。伫偏乡离岛驾车，各方面拢充满着挑战甲无方便。热情老师的奉献，来自对这片土地的爱，也毋过敢若靠热情，恐惊无法度应付长期的困境。偏乡欠老师，学生是最大的牺牲者。制度面甲环境的全面检讨甲修正，才有法度让学生不再面对老师，你敢会转来不安？